所以这时咱就先坐咧，咱来咱来祈祷。咱同齐用这条诗歌来敬拜。以色列来祈祷，因为咱是要来追求一个永远的世界的和平。这不是家己因的代志，这嘛是关乎咱全世界的代志。只要咱全世界无战争，咱大家人民才有法度真正过好的生活。所以咱同齐即摆来开喙，为着世界，不管是伫乌克兰的战争，还是以色列的战争，还是倒位的纷争，咱拢同声来开喙来祈祷。万民的主，主我们搁一遍将即届战争放伫你的面头前。主，毋望这是以色列甲伊朗上尾啊一摆战争，因为阮要来追求搁较大的和平。主，求你家己竞选以色列，竞选伊朗，迄个属于你的百姓，属于你真正和平的君王伫迄个中间。主，
主啊，毋望即届战争真正为着遐个囡仔，为着遮个人民，拢带来永远的和平、永远的喜乐、永远的安乐。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，请你甲即届所有战争的嘛，遮所有的遮个这边的人、战争的人来甲因同在。主啊，你的保守、你的保护，常常拢压在伫因手上。阮感谢你，学了你。这是咱嘛为着咱的国家、咱的台湾、咱的社会来祈祷。咱嘛是为着像有传道因安尼，真正要陪伴咱大家兄弟姊妹行过这个路途，真正足遥远。不过只有咱有疼心，咱就真正有法度行到上帝迄边。所以这是咱来为着咱的国家社会，不管是所有的机构，咱都为着大家献上祈祷，毋望因为这个机构，咱的社会、咱的国家会嘛更加好咯。咱同声来开嘴。社会，咱的世界才有法度永壮。所以咱若有当啊软弱，咱毋通歹势开喙，因为咱一定爱开喙祈祷，为着家己的坚强来祈祷。所以咱当声为着家己，啊嘛为着咱教会，为着咱的牧师，为着咱所有的人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。感谢学弟学了你，阮阁一遍嘛将阮的教会放伫你的面头前，毋望你的保护常常压榨伫阮的教会，阁伫边仔的社区，嘛压榨伫咱个人的身上。主要有当时啊，咱的软弱，有当时啊，咱的疼心的无够。毋过你知影阮的软弱，你嘛知影有当时啊，阮的疼心无够。主要你甲阮同在的时阵，阮有法度阁较济来仰望你，阁较济请你来阮引带。主啊，所以阮感谢你，阮过去侪的代志，是你引带阮来到教会中来明白你，因为你，阮逐个人拢有新的生命，因为你，阮嘛愿意为着这个世界，为着这个社会，搁一遍来勇敢徛起。主啊，所以阮教会内底嘛有侪兄弟姊妹身体欠安，请你的保护拢伫中间来医治阮，嘛保护阮的牧师，压榨阮的牧师，搁做者阮的祈祷，阮的所有的团队，阮所有的小组区长，主啊，所以你拢甲阮三角地带，主啊，保守阮的教会伫你的面头前，因为你的疼，主啊，阮搁有法度搁较坚强，为着这个社会国家来做代志。阮安尼感谢你，学了你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天色虽然黑暗，星星幽暗伫遐闪烁。天色虽然黑暗，星星幽暗伫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到。关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啥人会当跨过所有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
是伊朗，还是以色列，咱拢是上帝以色列，咱台湾嘛是上帝以色列。以赛亚书54章第50讲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伊的确要称作全地的上帝，咱要来敬拜咱全地的上帝。你是弥
要跪着来敬拜你。来敬拜你主啊，因为你是万能的王。我要跪来敬拜你我主，宝贵耶稣，无边困难，宝贵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无边困难，宝贵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无边困难。咱这是来因圣心305首。